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今天是喜乐的日子，阿们吗？阿们。今天是喜乐、值得庆贺的日子，阿们吗？阿们。哈利路亚！主，在今天早晨，主你的子民聚集在你的殿中，神啊，神啊，我们向你呼求，主啊，求你此时此刻充满你的殿宇，主啊，充满在我们当中，主圣灵，我们欢迎你，主圣灵，我们欢迎你，圣灵，请你来充满我们。圣灵，请你来充满我心。主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。圣灵啊，我好爱你。圣灵啊，我好爱你。我的灵让你牵引，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。我们更深的对主说：圣灵，请你来。圣灵，请你来充满我心。主啊，我们需要你的恩膏充满你的殿宇。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。主说：圣灵，我好爱你。圣灵啊，我好爱你。我的灵让你牵引，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。我要追求你，主，我将生命献给你，牵引我更亲近你，你大能更新我灵，无人能与你相比。主，我仰望你的容颜，我敬拜你，在灵与真理。是的，主圣灵来充满我们。主啊，今天早晨，主啊，你的灵来更新我们。圣灵，我们欢迎你。主啊，你充充满满的在我们当中彰显你自己的荣耀。谢谢你，耶稣。我们再唱，圣灵，请你来。我们欢迎圣灵。圣灵，请你来充满。我们按在我们的心上来唱。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。对圣灵说，圣灵，我好爱你。圣灵啊，我好爱你。我的灵让你牵引，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。我要追求你，我要追求你，主，我将生命献给你，牵引我更亲近你，你大能更新。主来更新我们，无人与你相比，与你相比。主，我仰望你的容颜，我敬拜你，在灵与真。主，让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。我要追求你，主，我将生命献给你，牵引我更亲近你，你大能更新我灵，无人能与你相比。主，我仰望你的容颜，我敬拜你，在灵与真理。我敬拜你，我敬拜你，在灵与真理。是的，亲爱的圣灵，亲爱的主，这是我们的敬拜。主，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